根据着这 BBC 的研究，讲即马真侪人会使用 ChatGPT 这 AI 资讯内容。不过发现讲这 AI 呢，伫咧回答新闻内容的时阵，电脑会讲一寡有空无顺、有影无只的这内容。为了要协助咧民众来帮助对新闻的了解，所以咧公共集团呢，含这中央社等这媒体，拢有做伙来开发一个 AI 开讲系统，希望会当帮助民众来对抗错误的假消息，会当推着正确新闻。台湾这几年愈来愈侪人运用 AI 在做工课，帮助科技学习等等。不过，根据英国 BBC 的研究，发现 AI 回答新闻问题的时，超过50%有重大的问题，有13%会变做无影无只的内容。为着要让台湾的 AI 通建立伫真实正确资讯的基础，台湾的公共媒体要结合大量的新闻资料库来做开讲机器人 AI Chatbot， 协助民众对抗假新闻和错误消息。集结这个公共媒体所有的资料，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模型变得更可靠，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来源说，如果我要找可靠的资料，就在这里找。这个资料库内底有足侪咱台语台的资料，所以咱遮台语台的资料，咱若放到顶的时阵，伊就会伫咧咱的这个演算跟咱的推理内底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公共集团董事长表示，这个 AI 嘛结合单语、客语、关注民意等等，增加无共期在见讲的几率。上近明年底进前的公开测试版，连外网络新闻定为着紧和点阅率用声人目的标题，也是欠缺平衡查证的内容，致使新闻报道失去社会信任。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，有23间媒体共同组成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。各种带风向的啦，或是错假的讯息，其实蛮多的。那网络新闻越蓬勃，其实国人对于新闻就越没有感到这个信任感。我觉得自律是台湾新闻最重要新的力量。联盟除了制定网络新闻自律原则，嘛规划民众的新闻申诉系统，也有推动媒体识图教育等等六大宗旨，嘛邀请民间团体、专家学者等等加入咨询委员会，希望透过联盟的监督机制，维护新闻的真实性，提升报道品质，嘛强化民众对新闻的信任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